有一天，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，人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一点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2多1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1分心力反省自己，你懂吗？3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4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，乃至于珍惜生命。不了解生命的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。5点情执是苦恼的原因，放下情执，你才能得到自在。6点